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嘅呢個巴塞。今日嘅課堂咧，其實都比較簡單。首先咧，會同大家去即係去講翻個大市嘅走勢，同大家一齊咧傾傾市場嘅呢個波動嘅一個方向啦。有咩消息面啊、資金面啊、技術面嘅一個原因。咁呢裏面我哋都有個主題嘅，呢個主題咧就係研究內房股嘅交易機會。我哋咧就做翻一個學習。同埋咧梳理。首先咧，我哋會定義個恒指嘅走勢作為一個初步嘅呢個分享。呢個初步分享其實都好簡單嘅，為咗係咩咧？為咗就係同大家去傾一傾目前嘅呢個投資方向同埋咧交易嘅一個可能性。俾到我哋咧一種有冇好嘅呢個實戰型嘅呢個即係成個市場嘅呢個波動。好，先講大市恒指定調恒指嘅投資方向。恒指咧今日咧出咗一支十字星，上方係有呢個影線，下方都有。上方頂上去，受到阻力，出咗一條影線。下方咧又有支撐，想跌落去嘅時候又有支撐，所以咧令到我哋嘅分時圖咧，大家就可以睇到成個分時咧唔係好流暢但係個方向咧就係先落後上再回落。我哋嘅十字星佢係點樣出嚟嘅咧？好簡單，就係佢跌嘅時候咧，下方有支撐，所以佢彈咗上去。彈咗上去嘅時候咧，嚟到上方嘅高位嘅時候咧，上方又有阻力咯喎，所以令到我哋嘅指數咧，落咗落嚟，所以咧就出現咗咩咧？上有阻力，下有支撐嘅呢種狀態。喺呢種狀態之中咧，其實都好簡單嘅，就係話啦，就代表咩咧？代表阻力有，支撐有，跌唔落去，升唔上，夾喺中間。做呢個梳打餅咁樣夾喺中間，所以咧我哋都可以發現目前嘅指數咧，佢個波動咧係好清晰嘅，好清晰。咁我哋應該點樣去操作或者有咩交易機會咧？本質上嚟講，我哋要諗同埋我哋要學嘅投資交易機會好清晰，非常之清晰。點講咧？因為咧成個波動嘅方向咧已經出咗嚟啦，就係跌落去。既然跌唔落去，本質上嚟講，佢就代表咩？代表成個市場咧會圍繞住震盪做文章。但係一旦震盪結束咗，一旦呢個震盪結束咗咧，方向就嚟啦。所以咧，本質上嚟講，我哋嘅呢個恒指咧，佢依家係中途咁即係殺掣嘅，即係話啦，喺呢個運動之中咧，採取咗咩休息咁樣一個狀態，即係佢話唞，中途咧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本質係咩咧？係為咗下一個更加好咁去選擇方向。至於選擇嘅方向究竟係繼續向上走咧，定係回落咧？咁我哋就要諗。我哋要諗第一，指數向上嘅概率大，定係向下嘅概率大？呢個係咪好重要咧？比如話啦，我哋目前依家嘅恒指，衝上去之後咧，回落，然後夾喺中間，咁佢就係一個定性啦，就係佢始終都係要行出一個方向俾到我哋。咁究竟佢係向上嘅概率大，定係向下嘅概率大咧？咁我哋就轉翻嚟再深思一下，放大佢嚟睇。好明顯嘅係咩咧？我哋呢一輪行情佢一直都係向上走，大方向嚟講咧，佢一直都係向上走。因此喺呢個溝通嘅本質之中咧，其實我哋嘅指數咧極為之明顯嘅係咩咧？佢依然未停，升勢未停。依然有上行嘅交易機會，或者上行嘅呢個動能嘅存在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擔憂我哋嘅呢個市場咧會進入咗大跌或者咧呢個走弱嘅咁一個可能性同埋跡象。
想同大家講嘅係咩呢？我哋嘅恒指，我哋嘅指數升勢未停，跌勢咧都唔會出現咁大嘅波動。佢始終想表達嘅就係我哋嘅指數，佢喺呢一輪升勢當中咧有一個剎車，有一個短線嘅點啊休息，所以佢嘅恒指俾到我哋嘅操作或者指引，本質上嚟講就係一種點啊等待休息。咁大家就可以點啊先 keep 一 keep 揸住佢。呢個冇問題嘅喎，揸住佢。但係喺半途當中咧，唔適合點啊加倉或者咧落車。我哋可以唞唞休息一下。甚至可以點啊驚嘅話減倉，降低個倉位有冇問題？呢個係冇問題嘅。咁亦即係話啦，我哋嘅選擇性比較多，你可以坐低嚟睇亦都可以點喺呢個位置咧 keep 住佢，但係就唔好話喺呢個位置半路加倉或者咧走晒佢，反而你都可以點微微降低個倉位。咁我哋要做嘅就係保持一份冷靜，令到我哋可以點進可攻退可守，而唔係喺呢個位置裏面去亂咁做嘅。OK， 定義恒指，首先第一個，我哋嘅指數依家大方向依然係向上走嘅，但係嚟到依家佢微微點有一定嘅阻力，令到佢小幅回落。咁喺小幅回落嘅呢個期間之中咧，佢下方係點有支撐，上方係有阻力，令到佢喺呢個位置點採取咗震盪。而呢個震盪本質上嚟講係一種休息，係一種唞一唞係一種休息，係一種唞一唞，唔代表佢要大跌，亦都唔代表佢要點大升。所以喺呢個期間或者喺呢種狀態裏面咧，我哋可以稍微跟住佢休息等等，亦即係話我哋可以採取點係啦，第一揸持貨，第二微微減倉，但係就唔好喺呢個位置半路落車或者咧猛咁加倉，因為依家嘅態勢非常之清晰。美國同伊朗嗰邊依然喺度拗撬緊，喺呢種拗撬之下咧，做投資就比較難啦，比較難啦，因為本質上嚟講，我哋嘅恒指還未有做好繼續向上衝嘅呢種準備，所以現時嘅指數5到7成倉位夠用噶啦，主方向依然保持震盪，橫盤震盪非常之清晰，所以喺交易嘅過程之中咧，我哋應該點保持冷靜。保持冷靜，亦都有保持冷靜嘅呢種態勢。咁我哋喺今日裏面咧個主題就係趁住目前嘅指數唔升唔落、唔熱唔冷嘅呢種時間裏面咧，去選擇一啲具有保升潛質、保升嘅潛質具有反彈潛力嘅板塊或者投資機會。所以咧，我哋今日咧應該要考慮係咩咧？就係做翻選擇性，既有安全又有投資嘅呢個前景嘅。第一，我哋會參照成個市場最新最熱烈嘅消息面同大家去挖掘。但係咧，我哋亦都要提醒大家，我哋呢一輪嘅課堂係以一個分享、交流、學習為主，但係就唔係話我哋要推薦大家去買 ，no， 我哋只係話做翻一個課堂裏面一種學習，大家可以將呢種內容咧進行一個自我嘅呢個增值，了解更加多嘅市場嘅信息。咁喺咁多信息裏面咧，你哋自己再做考慮，
一定要對自己嘅投資咧負責任。我哋嘅課堂唔係叫大家買邊隻股票，就算我哋提到某隻 number， 你哋都要諗定該唔該買，因為選擇嘅權利咧係你哋身上。個人嘅呢種分享咧，未必話100%啱嘅，佢只係咩咧？一種阿 Sir 嘅一種自己嘅一個觀念同埋咧諗法。好啦，4月28號中央政治局會議咧就有一個標題，呢個標題係咩咧？努力穩定房地產市場，紮實推進城市更新。咁呢17個字就話明咧，房地產再正式告別咗短期刺激全民救市咁嘅舊週期啦，進入咗咩咧？長期維穩、風險可控嘅新階段。咁呢個階段或者呢個會議有乜嘢唔同咧？事實上嚟講，就係話啦，國家已經認為目前嘅內房股咧唔再係點好危險，亦都係認為依家嘅房地產咧進入咗底部嘅底部之後咧一種微微回調嘅反彈咁嘅節奏。過往內房股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佢走得好差，以跌為主。但係目前咧，我哋嘅內房股咧，事實上嚟講已經行出咗泥沼啦。尤其係深圳，4月29號，深圳已經定向放寬咗核心城區嘅限購，同埋咧上調咗公積金嘅貸款嘅額度。咁亦即係話啦，對於房地產已經由一個過往嘅限購，依家咧進入咗自由市場化。為嘅係咩咧？為嘅就係推進內房嘅呢種積極嘅市場交易。咁喺5·1期間咧，最新嘅數據顯示我哋可以睇到最新嘅數據顯示咧，5·1期間內房股嘅呢個消費已經進入咗一個旺期啦。5月1號到5月7號期間，成個5·1嘅假期咧，全國嘅樓市咧迎嚟咗久違嘅爆發。北京二手房嘅成交嘅套數咧暴升咗72%。上海4月份二手房嘅呢個累積嘅網簽量咧係28,742套，創下咗10年期嘅新高。呢個唔係咩細嘅反彈仔，而係咩咧？壓抑咗3年嘅呢個需求集中釋放，而係房地產市場真正意義上嘅呢個叫做鹹魚翻身。同埋咧，資本市場都係最敏感嘅。今日港股3大指數雖然出現小幅嘅調整，但係背後嘅資金嘅流向咧，卻暗藏呢個玄機，北水逆向購買130億港元。其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嘅，呢131億係內房股北水喺度用真金白銀投票，堅定睇好港股嘅後市。喺今日嘅指數微跌咗0.87% 嘅情況之下咧，北水依然大舉入場，話明咩咧？話明市場嘅調整咧，只係暫時嘅，係外資獲利了結帶嚟嘅短期嘅波動，而真正嘅長線嘅資金咧，依然喺度趁機佈局。